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前几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代志，3、4个高中生徛伫门骹口，敢若西门风。原来是因为违规去买到外食，这个高中生呢要食中昼，学校为着食安营养来管透透。 填单报告规矩是坐甲受不了，才有违规处罚徛伫门骹口。看起来是小可代志，其实是民主人权真烦恼。今仔日咱要来讨论校园的权利、权利，咱少年台湾才有长骨的时候。 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松山高中前议长，也是高三的学生，谢依言。台湾大好。那么第二位是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的理事长侯俊良。大家好，我是侯俊良。那么第三位是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玉明。 第四位是台师大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系助理教授吴律德。大家好，我是律德我唔是助理教授，我是朴树后山人。好山人，对。好，朴树后山人。对。是。那么首先呢，咱来关心到这个事件。那么相信呢，真侪观众朋友无了解讲到底是什么事件吼。台北市松山高中有学生咧买这个外送的食物的时阵。 无照规定，用到旧的这个申请单，所以呢，去用抓到了逼迫，嘛毋是讲逼迫，所以呢，甲老师来参详讲，无我就徛在门骹，这个嘛校门内面啊，来举牌啊，写讲不写外食单，别来读松山，个凹温的哦。那么学校表示讲，是顾虑到食安呐，才会个另外个啥物呢？嗰啲加落来即个垃圾面即个问题，嘛毋是听法啦，是有互相同意的。不过台北市的教育局认定学校是不当管教。中昼休困时间，外送完罐饮料、点心到学校，学生饮食想要换口味订外食，各校拢有无共款的规范。毋过台北松山高中却传出有学生好惨像是无照规定写外食单，结果变安尼。5位学生举牌标记写无写外食单，卖来读松山的字，画面一见光，遂引起议论。没有遵守外食规定的学生，有一套既定的处理流程，比如说像是爱校服务，为什么学校这次不遵守过去既有的流程，去跟学生去讨论说用这样子其他比较有争议性的方式？青兵协代发当事学生的声明，指出确实是摕旧的外食单无照定数行，校方提议举牌市长虽然有淡薄仔见效。 但是因为违规在身，敢若会当妥协。不过校方也出名化冤枉，跟校安中心的师长来做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创意发想的方式，宣导的地点、宣导的时间都是由这5个同学们他们讨论出来的，所以整个过程学生并没有被强迫这件事情。 其他学生是认为外食的申请流程真麻烦，那是因为订外食就要面临这种代志，感受确实无啥好。校安老师就提出了，就是在校门口举牌，大家都把它当笑话看啊！我不知道学生的心里会怎么想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被羞辱到了。还给很多老师签名，写一堆有的没的东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 就是要简化外食这个程序，像是比如说可以办一个外食证这种东西。有学生表示无赞成凊彩拍破校规，但是学校应该爱思考是安怎会有这种代志，希望会当对外食规范有更较侪讨论。咱来台北市教育局是认定学校是管教无适当。 管教的措施要考虑到学生的尊严，我们教育局会在针对这样不当管教的措施，在督导学校改善。校方也回应，开放外食也是牵涉到食安、餐具回收、喷等等的问题，所以订外食也是爱写单。针对管教措施，校方承认确实是思考无周全，未来会更较谨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新闻转来首先要甲观众朋友来互一个理解，
咱做这个节目，唔是要来骂学校，哦，咱是要来理解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治标买当治本。那对着咱吼少年台湾，头仔我就讲啊，咱少年台湾才有通啊长骨，才有通啊变做呢完全有人权，而且会透过这个民主的协商，那甚至着校园内面的事务，会当来充分来参与，老师嘛较勤课，吼，所以咱来首先来读哦，这个学校吼学务主任呐，伊就开始发了一个声明哦，阮有特别来邀请，伊讲今仔日学校有代志。所以呢，写了一个声明，伊讲哦，这个电称文件当中啊，我敢若讲学生进行着申请外籍的宣导，未说明学生是因为未完成外籍申请，以过期不实的外籍申请文件，来做这个抵消。意思就是讲，其实是学生错在先，违规在先，进前为了要保护学生。所以无来讲这件代志，这头一个。第二个，所以第二个，头仔伫新闻大内啊讲其实是学生甲老师有参详过，毋是阮老师来压迫伊，甲咧门口口挂牌啦，或洗门风啦，这是第二件。而且呢，这个声明讲事件后续发假之后啊，不同角度、无同款角度理解感受的真侪款式甲解读。校安中心的处理的事件顾及到学生的尊严、处置合理以及教育性，尊重学生的辅导方式，同时间尊重学生表达意见，师生引导对话的细节甲精致度需要再加强冒犯性所以呢，写甲四平八稳啦首先呢，就请这个意见来甲咱讲，到底这个事件是不是一如老师所发表的这个声明安呢？这个情形。一开始学校是甲新闻媒体讲是迄落学生家己想讲要野牌啊，伫个门下口。毋过学生甲咱的同学甲咱讲是安尼啦，校安人员的老师甲因讲，无恁着用野牌啊，伫个教室甲大家讲，恁无照规矩写字的单啊，着叫外送。是学生认为讲安尼伤过见效啊，所以因遮甲校安人生的老师讲，无咱会使伫个学校门口野牌啊就好，安尼好无？所以是同学认为讲，伫校园内面去同学看到真见效，不如踮咧学校外口校门口，较少人看，是这个意思。是学生家己讲，因为咱学校的教室有1到5楼。校安中心的人员是叫因爱伫个即个教室外口安尼巡。所以1楼甲5楼爱行透透。可能有1000个人会看到。不如伫徛伫门口口。但是安尼全世界拢看到。所以这头一个这咱同学这决策可能爱想讲看有第3条路无？这是后话啦然后。因事实上是用过期不实的这个申请单来申请，是不是安尼？是。所以违规是事实。是。这个违规是事实。这刷来就来问讲，恁平常时违规的人有做啊无做？做假应该是不少。是无写单的吧？你咧偷笑你咧偷笑是安怎大家业安尼？因为这个外事单收过麻烦啊，你爱有这个单，你要请2个老师甲你签名。来，咱来看这个外事单外事单这个外事单咱来看上山高中的外事单，看是安怎来处理。咱毋是咧讲学校真歹安怎咱来先甲这个事实来讲来，意见你来讲。咱外事单是要2个老师甲你签名，按2个老师签名。一个是你的班导师或是科任老师，另外一个是校安中心的人员爱甲你签名。外事单顶头要写讲你要订啥物物件，粪扫甲你食剩的物件要安怎处理。若是讲你无写好，也是老师认为安尼袂使，你就袂当过。所以你若无写好讲，我会甲粪扫
好好啊做分类，吼，而且是扣去这个所谓的厨余桶，吼，若无安尼写，哦，啊，就会去用拍转来。嘿，伊就无签迄个名。伊就无签。嘿，啊，随时讲这爱找两个老师，通常你的经验来讲，要找到两个老师爱了偌侪时间？我家己是无咧叫外送，毋过咱一个下课干那10分钟尔。10分钟。啊，咱的教师佫离学务处啊，教室佫离学务处啊，校安中心诚远。哦，这安尼行去，你若教室伫5楼，啊，这个校安中心伫远，走去拄啊，当，安尼拄好10分钟。嘿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一个下课敢若会使找到一个老师签名尔。恁是自早以来写这个外食单的时阵，就是爱两个老师吗？还是？上较早是要一个老师，卫生组、学务处、生辅组然后校安中心拢要签名。你搁讲一摆，爱5个人。嘿。爱5个人。观众朋友，我毋是挑工吼，即极动吼，爱5个人签。哦，比咱咧写互总统府的签订搁较济哦，5个人哦。什么人？你搁讲一摆。你要找一个老师，就是班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拢会使。啊，搁一个卫生组的组长要签名，啊，教务处的主任要签名，生辅组的主。不，搁爱指名教务处的主任爱签名。学务处的主任，啊，那主任拄啊无用呢。啊，主任就一工，伊差不多爱2-3点钟，早起拢踮遐签咯。迄个单就伫咧摕伫咧遐。摕伫遐。嘿，咱就袂使有迄个单。你无迄个单摕转来，你就袂当来食外食。嘿啊。哇。上较早是安尼，即马有较简单，毋过阁是要2个老师的签名。即我讲一个较立体的吼，我毋是咧挑工咧立体即个学校，我去教个吼，去探监过，哦，即探监吼，2道手续，哦，买落去登记，啊检查，哦啊送入去，即可能比家内面更较严格哦，所以食食安应该是真安心啦。我认为这无帮助啊。无帮助。嘿。咱小安家来讲，这无帮助吼。你这段讲到这吼，老师你感觉咧？你做一个老师，因为咱即摆我也是爱强调吼，咱毋是完全讲啊，这个老师拢唔对，学校拢唔对。咱是爱想讲，到底这个管理的这个思维，还是这个校园治理的这个思维是啥物？老师？我想吼，上主要就是讲，咱做这样代志的目的是啥物货？哦，啊，你的目的若是对，啊来就去讨论讲。安尼方式是毋是上方便呢？对大家拢方便，会当达成安尼目的安尼。但是咱若回到迄个目的去看吼，伊目的当然以食安嘛，惊讲定了可能发生啥代志安尼，对囡仔可能较无好安尼用安尼角度去思考。但是咱嘛了解讲，这是毋是会当有啥方式会当来避免？比如讲，咱一寡合格厂商较有合格厂商，另外一个讲爱互囡仔了解伊安怎去选择食物，安尼是毋是更愈重要？即个部分你若做好的时阵，其实你后壁迄个食安的问题就减少了嘛。减少的部分，安尼咱就无必要，伊这目的就已经无需要嘛。所以老师嘛真辛苦呢吼。对啊，所以变讲你做遮一工课，学生嘛会方便，你管理嘛是会方便的。你像主持人讲的，我搁爱填迄个单吼，搁爱去审查。看你写了有条文对啊，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啦，伊的无必要。我感觉这定数其实拢会当减省安尼啦。会当达到目的就会当啊。这食一顿饭有影真艰苦，咱来看吼，伊讲哦，各校你唔拿恁上山啦吼。各校规定无共款，有诶以班级去社团为申请单位哦，有诶个人袂使互你申请哦，吼，而且也是爱组团的概念啦吼。另外家长需要学基础，就爱签一同意书吼，或者是爱亲身去甲校来申请，有即种要订的时阵有限制，
吼，什么时阵会当订，而且是今仔日1年生、1年生、2年生、3年生，才有通订。吼，你今仔3年的袂使订，哦，也有这种的，也有讲需要1日到3日进前来申请，所以我来3日进前，我来想好讲，今仔是要来食啥物物件，啊来做注意，吼，这个大家会当来自我判断啦。啊，有的是有定固的这个资格要求，譬如讲你来完成卫生组爱好服务，啊有奖励才会当来订，吼，而且厂商必须要为服部平台来登录，咱来请教到这个玉明吼。当然，咱就知影这一贯恁就支持讲校园爱民主，吼。但是对着这个地理中间，其实老师无较辛苦呢。是。老师无较辛苦呢，你会当小可来理解一下，讲，小咱来请老师来补充。老师因还是校长内面、读课内面，因的这个逻辑思维是啥物？我老实讲哦，咱当然嘛是讲爱来开放学生可以自己管理嘛，就是说你家己爱食啥，你就家己来决定。你爱食学校的物件，是讲你感觉讲学校的物件伤过歹食，啊你就开放讲外口的物件嘛会使来食。啊，但是对学校来讲，学校大部分是老师嘛，啊对老师来讲，伊过去的训练过程，啊就是要教册嘛。他要教学生嘛，啊，他有没有受过这种的训练？是讲什么东西是安全的、卫生的、营养的，还是讲要管理的过程？哦，对他来说，如果学生啊，伊嘛不是专业嘛，食歹巴肚啊，伊要安怎？吼，所以当然在学校内底就会足紧张啦。我嘛会使了解啊，但是即卖的规定就是讲教育部吼，伊有来承担着这规定的责任无？吼，伊就讲。咱全台湾吼，几百间学校，全部你家己爱安怎去规定，拢会使。安尼就足歹来决定嘛。老师当然嘛会讲，哦，所以你认为这个源头是教育部？是啊，伊无爱担这个责任，讲你各学校恁家己处理。对啊，啊，如果是台北市，咱今嘛咧讨论的是松山高中嘛，松山高中主管机关是台北市教育局呢，啊，佫无讲。啊，嘛不是教育部来规定啊，所以现在这个规定就很混乱啦。那教育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讲全台湾起码有偌济学校会使安尼定外送，就3城，所以就是30%哦，啊30%的学校可以来定这些，那这些学校里面嘛是足济无讲啊，有一些学校说你可以定3天来定，有一些学校说1天来定，有一些要申请，有些不用，像建中。伊就讲中昼的时阵，你爱出去食啥物拢会使哦，啊就上课的时候可以回来就好。阮3年前就安尼啊。对啊，所以讲，过去就有一种讨论啦，因为对学校对老师来讲，伊当然嘛会足紧张，讲若是你伫学校吼食外口的物件，你若是食歹巴肚，嘿啊安尼安怎吼啊？最担心上烦恼的是啥？上新闻嘛。啊，媒体就会来嘛，对不对？啊，老师平常是教课、上课，他要怎么回应这些媒体的问题？哈，他做主任，他也是会很紧张。哦，可是呢，就有学生讲啊，我若是伫坐火车的时阵，我伫食胖，吼，我食胖食歹巴肚，我会甲台铁局、铁路局甲伊讲，铁路局局长要下台吗？没嘛，你当然是去找这个面包的工厂去负责嘛，对不对？所以。我老实讲啦，那个想法要改变。哦，救明你睇这比如就是讲，我若是歹势，唔是讲代替你有问题哦吼。你坐了代替啊，伫这个车厢内面，你买一个胖，吼，猫咪一个胖，啊，你食了歹巴肚，你袂当去告代替啊。对啊。你应该告这个胖啊，因唔是你唔是食火车嘛。对。所以讲，你若是订外口的物件来好好食，那也是好好爱负责。哦，但是你还没有成年嘛。但是有的家长就讲，啊，你这未成年，你好好的管得好。所以我老实讲，我是感觉讲，教育部爱有一个，互这学校内底的老师嘛，会使来，甲这若是学生食歹巴肚，伊会使来斗相共，唔是伊要负责，是伊爱有一种方式来斗相共。啊，教育部也是讲卫福部，也是讲卫生局。
伊爱来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指导，安尼好好加以讲，我知影安怎去处理这一些平常我过去在师专在师范大学没有学过的东西嘛，那学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负责嘛，所以在教育现场，那当然大家学生也紧张，老师也紧张，最后定出一个很难执行就麻烦的规定啦。是啊，这绿点，你来看这项代志吼，以食安为标准，吼啊营养为标准，这两项来定这寡物件，敢有道理？你是讲教育部，还是讲学校？学校无法度啊，学校无法度定啊，因为学校没有这个能力去定啊。所以问题是在什么？问题就是这些标准其实各个学校它有地域限制，例如说台东有一些学校根本没有 Foodpanda， 没有 Uber Eat， 外岛对不对？澎湖有一些学校也没有 Uber Eat 啊，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它应该要回到教育层面去讨论。什么是教育层面？就是对学生而言，这个教育包含家长哦，就是家长到底怎么看待食品安全这件事情？亲、师、生三方面。对哦，现在都是学生跟老师之间，但是每一次有状况，最后都丢给家长。那家长是不是他对食品安全或食安这件事他自己要了解？对，如果他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我们今天讨论完这个题目，下一个题目就是另外一个怎么管理学生的题目，就是把责任通通推给旁边这位侯老师这样子，对，就完全这个东西，对，就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也很赞同刚刚理事长讲的，就是这个责任的问题，家长他应该也要学习。所以去年为什么台湾通过了这个食农教育法，其实就是在学日本的食给教育。这个食给教育就是要求学校也要去做食品的一个食品跟农产品的一个教育。所以其实台湾已经开始往前走了。那学校也应该要认知到说，如果我们在讨论外食不是因为 Uber Eat 还是讲 Foodpanda 才有的，30年前就有了。我40当咧读40当就有啊，对啊。所以现在台湾应该要走到下一步，这个外食我们应该去讨论，那食品该是什么样子？那其实日本给了很好的示范，所以我们才会有点借鉴日本的经验去立这个法。那学校也要负起他教育责任，去做一个食农教育。那学生他可能透过这样的教育过程当中，知道外食该怎么去做选择。那其实从头到尾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好，所以咱这趴吼，小咱再来好啊讨论。等来这个假动物吼，恁来看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家己知影讲学校的动物吼，伊大部分食外食的这个比例有偌悬啊？因为恁这个学区其实是台北市的精华地区呢，要叫外食是真贵哦。系啊，不过应该是一半一半，因为一半一半。因为学校内底迄个早餐部，佮有合作社，拢真侪人伫咧排队。啊，咱若要卖富市啦，真侪人排队啊，买无到嘛。而且早餐部都是炸的比较多，啊，合作社都是微波的。当然嘛有自助餐，不过有一寡学生认为伊伤过太油了，也是无健康，迄个卫生因感觉无介意。会惊啦，对啦。但是恁外食5天内面是毋是敢若开放1天？无，咱就是写迄个单有过就会使订。所以每天拢会当来申请就对啦。每天拢会当来申请。啊，所以这个问题还佫产生佫一角哦，毋那是食安的问题，就是学校所供应的物件无符合恁的需求。系啊。毋是讲食鲜去，是真正你头下讲理由啊，有诶拢甜的啦，有诶拢微波炉的啦，食落安尼袂介意啦，所以有通啊像采用讲无来说食菜食肉，嘛爱饭来教安尼，这种观念啦我要问你另外就是讲，经过这个事件了后，恁的同学大家是安怎想讲？无了趁这个时阵，来甲这个规定甲变过来，敢有人安尼想？有啊，咱就是讲
我们想要有一个外食证，就是你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签一个切结书，就是说食安啊，你吃出什么问题，是你自己要负责，然后家长签名同意这样子。哦，所以安尼敢会通，我来请教着老师。当然以校的立场来讲吼，我看因定这个规矩啊，某一个部分有一点仔想要讲，互申请的人互入籍安尼啦。我感觉，哦，你家己低难离退啊。我看伊是安尼部分啦吼。啊，但是咱讲的家长伊若有理解，了解讲因为伊的囡仔因为伊家己的选择的问题，希望会当讲外食安尼。只要家长会当理解，就像迄个英文讲的嘛，食出问题的时阵，咱总会去找迄间厂商嘛。对啊，咱也毋是假当假部分已经有各地嘛，有甲你讲啊，你家己嘛同意啊。所以这责任部分，我是感觉讲较少安尼啦吼。所以若会当讲会当定数改较简单的，会当尊重学生的意愿、家长的意愿哦，袂造成管理上的困扰。哦，管理上当然学校的老师会想着讲管理上的困扰，哦，敢会造成管理的无方便安尼哦足侪人定的时阵学校的一寡迄个要停车，要出入，对。这方面的问题，看若无这疑虑啦，其实我感觉讲，会当尽量符合大家意愿去做处理是较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阮一直咧讲行政工课已经伤济啊。其实这个物件，学生麻烦，老师嘛麻烦啊。对啊，我老师嘛是爱签名啊，你搁审查啊，万一伊若搁要甲你投诉的时阵，讲为啥迄个会过，我袂过安尼，是毋是？你往那一寡工课，佮包括讲，对啊，你若违反规定的时阵，我搁爱去甲你依照规定去处理。甲你处罚。因为这件代志就是安尼嘛，是因为这处罚伊本身是做唔对代志，因为处罚所延伸的一寡迄个问题安尼，是毋是对行政对老师来讲，其实我看袂出这个过程当中有啥减少工课。有啥减麻烦，大家拢做麻烦啊！嘛无达到目的。对啊，嘛无对，目的性嘛是无得到安尼。咱所在吼，这个教育事业吼有两种特性，一个是所谓重复性，逐工日复一复，日复再复，逐工要做同款代志，所以第二就是这个手续吼真繁杂。早起升旗，或者是无升旗吼，就要调会，就要起立上课，就要考卷，要分什么物件，体育课创啥，其实已经是真复杂的这个团体。那么，因学生老小咱来问你，你嘛是议会议长吼，学生一个民主参与来表达这个意见，尤其在上山。高中这个事件当中，显然这个规定真繁杂，这件代志学生的意见，或者是讲恁进前拢足乖的，拢无意见吼，就恁是进前拢无表达过意见嘛？无呢，进前咱学校有一个提案单，就是你顶头会使写讲，你认为学校即马有啥物所在做唔好，你会使写，议会者会甲你送去各个处室，然后。帮你做处理，就是看是要哪一个处室的老师来给你回答。通常有甲你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无？你做议长上知啊？大部分时阵是无呢。大部分是无啦，是普通是啥物问题都无。譬如讲，你当举一下例。之前是有学生说，能不能学校有那个段考的题库？然后有些没有那么的充足，就是没有每一年的考古题，然后问说学校可不可以把它补齐这样，然后学校就回一个说，这个可能有困难，不过我们会尽量督促老师去上传，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题目也有可能是老师自己原创性的出题，还是要看老师意愿这样就没有解决到。这回答得真艺术哦。这回答得真艺术，恁高中生看了就读较闲啊。所以恁这过去唔捌表达这个要食外送的这个意见过，唔捌。
之前在我高一的时候，我有写过刚刚说的那个提案单。不过最后就是跟学校那时候也有讨论出一个，就是怎么做可能可以。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用决议的方式送交到议会，说那接下来学生会跟议会就要帮忙去跟学校谈这件事情。不过我那个时候是我高一，就是前2年，然后就遇到疫情，所以大家也就都在家上课，然后也没，所以才停了。所以恁本队就有按算讲要来创这个代志吼。我来问这个玉萍吼，即马真济我所在毋那是这种都市型的这个学校，其实各区的之间的这个差异真大咧吼。对。所以你头讲到一项重点，就是教育部应该做一个规范性，吼，做通则。互恁讲你若是这个形态，若是你这个形态，你爱做啥物？这敢有可能？教育部其实以前就是讲是去年啦，有一个发函，就是讲，互全部的学校拢知影讲，你若是要开放外食，就是外送嘛，吼，你爱有处理到一寡代志，吼，头一项就是讲外送员嘛，要停在哪里？无校门口全部都是欧多拜嘛，对不对？好还有垃圾啦，你粪扫袂使黑白单啊，环保的问题啊，还是讲这食品安全啊，有校内的认证，还是讲教育局、卫生局有没有认证的制度，好，等等啦，全部你这寡代志，你若是会使处理，好，你就会使来甲学生、甲爸爸妈妈，吼，全部吼，甲学校做伙来讨论，吼，就是一个民主的程序嘛，吼，就是讲。伊嘛无讲，你若是处理掉这全部的代志，你就会使开放。嘛无讲，你若是欠啥物物件，恁会使来找教育部，还是讲找啥物人来斗相共。所以讲，大部分的学校一看到这指引嘛，大部分他就没有遵守嘛。他也不是说遵不遵守，他就看了之后上严格的方式来处理，较袂出代志啊。对。像松山高中，那就是因为有校内的学生嘛，他们说，我要开放，好，所以跟学校争取，学校就来一一解决这些事情。是，好，如果一些学校，譬如说，他遇到说，我们县市就没有 Uber E 嘛，所以我那是要卡点位，给哪一些店家，这个跟 Uber E 的处理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学校如果没有来跟学生一起讨论，那就永远不会解决嘛，永远这个就等于是禁止嘛，所以才会说我们台湾现在还是有70%。他就是没有要处理这些事。因为事实上，我知影吼，头老师也有讲，其实有的学校是根本就无咧写外食单呢。你敢知影？有的学校是连这个外食单都无咧写，你直接就叫你来啊，嘛有这种。所以这就爱靠学生啊，家己来解决一寡问题。就是讲，我来举个例子，譬如说外送员要停在哪里，这个学校如果没有提议，那学生他要自己想办法跟学校说，我想到办法了，我们校门口不是会有家长接送区吗？还是外送员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停在那里？然后学校听了觉得蛮合理的，那最后提案或许就通过了。那就必须要学生自己想办法，像立法委员一样去想出，那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一直议会议长啊，所以就是需要学校里面有这样的学生。对啊，可是这个工作其实不应该是学生自己想了这些林林总总，然后学校最后来看说，到底合不合乎说实际可行性？其实教育部或者是地方的这些卫生局、教育局，举例来说，外送员停哪里，这个当然可以解决嘛。可是如果你一直说，我希望，譬如说我在台北市可不可以有一个优良店家，或者是符合食品安全的店家认证？好，那这个学生不可能自己来做嘛。那如果地方政府或中央他也不愿意来做，那就永远卡在那边嘛。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说教育部应该。它可以有一个更明确的指引，说你解决哪一些问题，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开放，好，甚至是说，那这个过程就强制，因为现在所有的学校它都会有校务会议啊，或者亲师座谈会等等，你说这些它可以列为鼓励他说可以列为这些讨论的议题啦，不然大部分的学校它也不是不通过，尽量卖卡，对，他就不讨论，那不讨论就没有这些东西啊。但是因啊处理写这个意见单哈，咱小人就来请教你讲，你做议会议长。恁敢有甲老师斗阵开的？因根据我所知，差不多1/5，即个甲校务会议，恁会当取得1/5的即个席次去斗阵开会。小等才问你吼，我来请问这个律点吼，
他带玉明啊讲吼，其实教育部应该担起这个责任，上无爱规范讲你这安怎。但是这内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囡仔的这个意见，你安怎如何来铺排？因为咱所知吼，譬如讲像老师因这演的，可能较少年，较有这个概念啊。但是较老一辈可能是校长，吼，这个校园内面是真注重伦理哦。这个咱唔能讲是青红不接啦，就是讲世代交替这个之间啊，这安怎如何来说服这寡校长，吼，来讲来做这个改变？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如果在国外。我们讲国外其实他们的学校，高中以下的学校是以社区或学区为一个单位，在做一个决策讨论，不是单纯说学校的校务会议，或者是跟教育局，然后这样的管理关系，然后家长不是是整个社区是有机会一起参与的。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要回过头去看，谈外食或谈任何管理的时候，你家长的参与在哪里？你不要每次。学生参与到一半，学生参与遇到困难，就说这是家长要求的，不是，这不是家长要求，这是你以为家长会这样要求，你没有做一个开放参与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免试入学，现在是12年国教，现在慢慢走向免试入学，我们本来就希望台湾的高中走向社区化，就是就近入学。我们讲就近入学，所以本来就应该开始推动这样的社区的讨论，而且这也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有很多学校早期，就我自己所知道，很多早期的学校真正抗议的不准叫外送的，或者是不准有外食的，有时候其实是附近的便当店家长，是附近的便当店就无生意堂哦。我小时候就遇过，就听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附近就很多便当店，所以。你应该让整个社区大家来讨论。那其实这才是当初我们进入12年国民教育、高中免学费、就近入学，让它社区化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所有的管理如果还停留在旧的，12年国教已经多久了？2012年到现在10年了，我们还停留在以前高中归高中、教育局归教育局、家长会归家长会，不是整个的一起的概念。那这件事情。就永远学生也没有办法去处理，教育部他要去推的时候，他旧有的结构卡住了，就是整个都卡住了。然后他又会说这是地方的事情，那当然整个都有问题。所以教育部应该要负起责任是什么？就是应该让这件事情的参与是要求学校他可以在地方的主管机关之下。去做一个讨论。对，你这讲到吼足理想，我唔是调侃在意见，足理想。那对着老师来讲，我教册我就教叫要读个摸一笑啊，过来创这，尤其老师这行政人员通常拢是老师兼咧做。对。哦，这敢有可能实践？当然进步是当慢慢去达成啦。以目前来讲，可能是还佫无法度去行到这个程度安尼啦。不过其实这个部分应该若有伫校务会议啦有去讨论过。其实校务会议内底嘛是有家长啊，嘛是有学生的代表嘛，大家伫内底讨论出一个好的方式来做处理。我感觉会当尊重咧这制度去做处理。老师的意思是讲，无一定会当一步登天到这个律德这种境界，但是上无会当有一个共识去做出来。是啊。是这个意思，没问题啊。老师免那忝，我是来讲，这样代志呢，今仔是这样代志，我要请教到这个意见哦。恁在开这个校务会议时，你敢有参与过？有。啊，你会当甲咱小可讲一下，讲恁的意见的举手咧讲话时，还是恁投票的时阵有啥物情形？敢会讲，校长啦、老师讲的意见较大，所以我是少数，所以我搁敢若举手嘛无效。有这种经验过？当然嘛有啊，就是学生的人数就是较少咱的校务会议的时间拢是伫个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或者是第一天那个时候学校老师都必须要，比如说像最后一天，他就必须要去处理成绩的，要去结算整个学期的成绩。那这样他就不一定会有办法有时间或有心力。没出席。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他在那个会议里面，但是他在用自己的电脑处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哦，你讲甲有影足实在的。所以他们其实不一定会，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提案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很认真的听，就是他们不一定会很了解说。啊，你无事先去运动者，人这开会你无看那立法院，你嘛爱事先去运动，爱练数。吼，老师，我这里真重要，去运动一下，你嘛爱学习吧。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做这个外实证，现在就已经有在学校给同学这样联署。哦，恁会晓啊吼，啊唔爱找老师，像这较进步的老师，你们提伊来联署，虽然是校外的老师啦。游说老师啊。对啊，嘛你嘛爱形成这拉比团体啊，那你举手的时阵讲老师，你电脑扛起来，你拜托较认真的。吼，恁敢有提过其他什么案啊有成功的例？目前都没有呢。所以至少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所以你做议长的期间，你会当甲观众，比如讲，你做议长的期间，你有做了什么代志，吼，这个咱的同学会当较有这个不管是福利也好，还是较有权益也好，还是对着整个学校较有有益的代志无？咱进前的衫拢袂使穿家己的衫，像进前上开始是像我安尼就袂使。哦，你内面这是制服。嘿。啊，外口袂当搁搭家己的衫。嘿，就是你如果穿这个样子，你还是看得出来这边有制服嘛。那你如果穿像我这个样子要进校门的话，就还是得要刷卡。但是后来我们有在。就是去年的时候有跟学校说，其实你如果校规上面写说你的目的是要辨识的话，我们这样就很明显看的，尤其我们学校制服又不是白色，就像这么明显的，那其实就不需要说穿这样还需要刷卡，只有到比如说我可能没穿里面这一件，然后我跟你说我里面有穿运动服，可是你看不出来，这样我才需要刷那个学生证。但是我感觉学校嘛是真可爱啦。你找别人穿你的衫吼，内面是校服，那你嘛伊叫做假语言，伊嘛当入去哦。吼，是不是？所以辨识这个代志，其实是无遐简单。但是校方吼，这我就是要请教老师，这校方吼，就是头仔这个玉明也讲，其实老师是教册专业啦。真侪行政管理啦，还是这个其他这个食安啊，拢唔是专业。吼，要来做这种处理的时阵，其实是真困难，或者是一款真想到就头壳痛啦。就变做较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其实是治标无治本啊。是啊。哦，这种代志，对恁老师来讲，敢有可能讲无以后行政管理拢有专人来处理，敢有可能？目前阮希望讲学校的现场，就是讲行政这个部分哦，某一寡职务吼是当专人来做处理啊，免透过老师才来做处理。但是有一寡行政的工作吼，原来是老师来去做处理，像因这样的做明显嘛，你得要找导师去签迄个单嘛，这个部分导师当然就是。对这个班级的囡仔管理，伊了解，可能伊就爱去负担这个工作。那像这个工作，当然也是必要的。我感觉是还好啦，但是你若讲伤济，足繁复安尼，当然对老师来讲可能有问题。包括讲的这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其实原来会当透过老师的宣导啦。可能咱无法度像讲迄个营养专家安尼去分析遐清楚，但是安那去选择食物，安那做可能是较安全的。这部分其实老师会当利用这个机会，往那去做选择。老师，你嘛是工会总理事长，你嘛借这个机会哦，替恁老师来发言一下。讲老师实在是负担足多教册以外这个责任。你会当甲观众朋友讲，这长期以来，这就是阮一直咧甲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遮，爱有一个迄个机制，就是讲减少行政量啦，好好的行政工作安尼。因为你若老师开足个时间伫这个部分，你教册专业的部分，当然你会相对会变较少嘛。而且你的精神劳力的一个付出，当然就会更高。尤其即马108缺工哦，这个爱披萨，大家都爱
备课爱创啥那种，要重新的学习哦，重新出题，重新的学习，其实对你来讲是真叮当哦。是啊，所以头先啊，同学姐嘛有讲着，老师包括讲话时阵开会时阵，该做一寡工课安尼，其实毋是老师，不是安尼，是真正是做无用。哦，某一个部分哦，工作量真正真大安尼，所以这个部分肯定是哦，大家原来教育部啊、学校啊，大家拢爱去重视这个问题，安尼做解决啦。阮长期以来的足关心这个问题。是，咱搁转来到这个食安这个问题吼，他都你也讲玉明也讲，你食歹巴肚，你都要找迄间公司啊，你毋能找我代替啊，吼。但是这个教育现场当中吼，家长的思维，他这个玉德也讲着，家长的思维无改变，吼，就是我囡仔教你好，你都要甲我处理得好啊。吼，小等请这个意见来讲啊，恁爸爸妈妈敢会安尼想吼？小等来问你吼，还是你的当初？这家长吼爱自我觉察，家长当然上关心就是讲哦，我即马这个考试的要改变啊，紧来听看卖。哦，30-40年前，阮安尼考啊会来念，哦，阮一寡当初哦囡仔拢咧读高中、大学啊，会转来安尼念。但是对着其他的这个参与的事物哦，其实是参与的程度真少。吼，这个机制要安怎建立的？除了教育部一纸公文讲，啊，恁都爱来参与，啊，有啥物机制通好来做建立这种好的这个文化？其实拄仔老师有讲到，就是讲咱即卖校务会议，其实有老师、有同学，嘛有这学生代表之外，其实有家长的这些代表。那家长代表在学校里面很多是家长会嘛，哦，或者是各校之间他可能推派哦，他们可以代表的家长，那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啦。那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哈，譬如说刚刚老师有提到，在教学现场，老师要承担一些压力，举例来说，他的课务很繁重之外，他要做行政工作，他还要跟家长沟通，所以其实像刚我们看说，这个学校啊，他在这一次的这个回应的声明啊，他其实也有写到了，他说。我们这一次其实他用这个，他不是处罚哦，他是说，不是罚站，我是让他做一个这个宣导哦这个方式。那请问老师他真的很喜欢让学生这样子站在那边哈，让你安尼就拍快，嘛不是嘛？就是讲家长爸爸妈妈也是跟学校说，你要管我的小孩啊，我小孩如果送到你学校啊，整天对不对做坏事啊？你看拿这种不实的。这个外送单到学务处来，你还给他说安尼无要无紧，安尼嘛袂使啊，所以老师当然有这个压力嘛。所以其实教育部它有规定啊，它就规定说，我们现在这些管教学生的方式，他把它做一些线索嘛，所以你可不可以做这个罚站？他有规定啊，他说可以站立反省，那他符合一定的规定，但你不能给他这种人格羞辱啊这些什么东西的。可是老实说啦，第一个对老师来说，他可能也不清楚这些法规啊，因为这些法规是这几年才定的啊。很多时候，像刚有提到，我平常要备课、要做行政已经够麻烦了，你改这些法规，你送公文来学校，我还要这样子研读，安尼无可能啊。除此之外，那如果家长给我压力呢？那教育部你来承担啊。所以我觉得确实老师在现场承担了很多的这些压力啦。所以我老实说，就像刚主持人说，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学生也很麻烦啊，老师也很困扰啊。老实说，学校校方人员在回应的过程，他一定也觉得，对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也不是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学生站在门口，你看让大家来看看我们松山高中学生有多坏，不是安内嘛，但为什么最后你看，大家每个人都被逼得好像走到这个第一线，要来承担这些压力？其实有时候，譬如说刚提到，在这整个事件里面，家长到底怎么想的，好像也没有一个合理的对话。好，所以像是刚提到说，这个校会之外有没有更多的沟通模式？甚至我觉得这个教育部有没有办法？因为学校来沟通，那学校本身就是承担压力的啊。你家长把小孩送到我学校，又交学费给我啊。老实说啊，我当然是就是我希望可以满足家长的需求嘛。可是有没有一个第三方可以来跟家长沟通？其实教育局、教育部应该要来承担起这个责任啊。所以最近其实我知道教育部有举办这种全国家长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这种座谈会、恳谈会，这种很好嘛。
那我觉得多办一点，好，因为家长平常嘛被上班啊，你就办在假日嘛，然后多办一点，你不要让我还要。今麦线顶的会议真简单嘛，吼。对啊，对啊。甚至你放在网络上啊，家长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去看嘛，对不对？我兴趣的是讲吼，其实我查这真侪文件吼，立法院的立法局嘛发给相关的这个文件哦，吼，讲应该吼爱督促这教育部吼爱做啥物做啥物。吼，教育部里头安怎的？其实这样代志是立法委员吼，也有咧关心啊，立法院内面的立法局，因也有咧处理这项代志哦。吼，所以自头到尾，其实大家拢是善意，但是确实变做一个真，大家拢无爱看到的这个情形啦。吼，事实上，那是外事。吼，咱咧讲吼，这乌克兰吼有一句话啊，讲吼。你若要互一只鱼吼，一直甲煎物件，伊愈煎愈亲像一只鱼啊。但是这只鱼吼，却愈来愈袂晓受水。吼，这我上后尾要请律电吼来讲一下，留时间吼，议员讲吼，就是讲咱校园的民主、权利甲权力之间啊，这是一个变迁的过程吼。这应该安怎有一个善意。吼，这个校长会知影讲啊，这毋是要甲你革命，吼，这袂是要互你啊较轻巧。他都老师也讲，我是要较轻巧啦，我毋是要甲你推翻啦。这边安怎讲，安怎破败咧？刚刚这个议长其实有讲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希望有段考的题目，对不对？可以公布科高题呀。但是我讲实话，这个段考我不认同老师说这个是他的原创。如果你当然不能公开啦。如果给自己的学生，为什么不行？他今天是段考，他不是给学生私下的模拟题，是全校的统一段考。已经讲考过啊，已经曝光过啊嘛。所以学校可以做这件事。那学生这样的要求或者是需求，我认为他是为了干嘛？提升他的学习效果。校园民主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提升学生学习效果，这个在高级中等教育法最终的目标嘛，哈。所以学校在行政管理上面应该要去思考什么样的状况是提升学习效果。提供考古题，怎么可能不提升学习效果？对，所以大家应该要重新去思考，校园民主不是洪水猛兽。如果校长、行政管理认为校园民主只是让大家在那边吵，而没有去想那个本质、那个目的是为了提升学习效果，很多是像我刚刚为什么讲食农教育。我们如果今天要外送，我认为刚刚提到这个外食证，它其实只要学校有做一个食农教育的课程，然后学生上完课了，你就可以订外食。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丢？就跟你要骑机车，你要有驾照一样，它本来最后都是提升学习效果嘛，提升学校的教育品质嘛，良性的目的丢。所以校园民主是为了提升学习效果。从刚刚议长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学生是希望来这所学校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成就，不然他干嘛去学校？他去外面打工就好了。是，对啊。议长，上后尾吼，你讲较济吼，就是讲，这寡同学吼，你应该有熟悉啦吼。这因的家长安怎想啦？因的爸母安怎想？这个我唔知呢，因无甲我讲因厝内底安怎想。不过我家己厝内底。我妈妈啦是认为讲安尼足无好看的，你叫迄个学生伫学校门口压这个牌啊，就参像进前咱戒严时代，这样西门红。啊，你有甲讲，其实是因甲老师协调出来的结果。我有讲啊，不过伊认为就是你学校哪会当讲，学生讲安怎，恁就安怎。就算是学生家己讲，伊要安尼压牌啊，嘛袂使啊。啊，你平常时你的爸母会感觉讲？我甲你食遗言送去学校了后，你学校你就要负这个100%的责任。袂呢？因袂安尼想嘛。但是像恁安尼的这个，恁爸爸妈妈这种家长，你感觉你学校内面有这种想法的人偌济？应该是无真济，因为我厝内底是算是让我很自由啦，就是他们觉得我都这么大，应该自己决定事情，然后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头拄仔你听到3位专家、老师、博士候选人，拢咧讲这种代志。你感觉
要实践的这个可能性，要达到这个理想，或者是讲上无到老师所讲，坐落来讲个春车啊，大家有默契，敢有可能会达到？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日本有一个学校，它是安田女子初高中，就是它是国中跟高中都在。然后这个学校它就是让里面的学生自愿来参与这个新校规的制定。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去想有什么样的议题是首先需要被改变的，比如说他们上课能不能带手机，那下课能不能去一些游乐场所玩，那他们都是透过这样投票，然后去决定说哪些议题要被修改，然后再自己去调查学校大家学生的意见，然后也有跟学校啊、老师，甚至是周边的警察，然后跟相关的法律人员都有咨询，他们最后就有成功的制定出了一个新校规，然后去学习，然后也让学校。